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啟德區行下街，順便睇下啟德中心區兩個過千尺嘅單位。不過喺睇樓之前，我哋喺附近慢慢行下，感受下睇下啟德最近有咩變化。不過心急睇單位嘅朋友仔，可以喺下邊時間逐章節跳去睇，唔使等。啟德區其實算係香港一個比較新發展嘅區域，市中心附近嘅屋苑樓齡大多都係8年之內，由唔同發展商同屋苑組成，望落去樓群高低錯落，幾有現代感㗎。講到行街食飯，依家啟德最人氣嘅商場一定係 ASI 啦，呢度不時會舉辦一啲大型活動同展覽，例如車展、馬拉松推廣，甚至明星活動等等，成日都好熱鬧。好似最近就有 Blackpink Lisa 嘅 Alter Ego 展覽，吸引超多人嚟打卡啊，氣氛好正。而旁邊嘅天璽天商場都開始陸續開幕，將來行街食嘢又多個選擇啦，生活配套越嚟越完善。我哋繼續行前少少，就會見到雙子塔式嘅商場 The Twins， 設計幾有氣派，入面有 Sogo 同埋唔少特色商店同餐廳，行得好舒服。另一邊面向海濱方向就係啟德體育園。園區會附設零售館，即係體育、購物主題嘅商場，而主場館就更加值得期待啦。無論係睇演唱會定係大型比賽，都可以嚟呢度朝聖。有時我都好鍾意做記錄，留低一個區域嘅成長同變遷，風景同記憶除咗留喺腦海，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啊！如果你都鍾意睇地區發展、睇樓、睇生活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一齊留下時代嘅腳印。行完街，感受完啟德嘅活力同變化，係時候進入我哋今日嘅重頭戲，參觀佢哋兩個過千尺嘅單位。兩個單位都非常方便，由啟德地鐵站行過去都係大概5分鐘左右就到，真正算係鐵路生活圈。首先帶大家睇嘅係龍譽呢個單位，1102平方尺，由保利置業發展。佢最大嘅賣點就係我身後嘅複式設計。同一般分層單位好唔同，而且算係好罕有。一打開門，成個客飯廳嘅全景就喺眼前。呢層規劃得好清晰，主要係招呼朋友同家庭聚會嘅公共區域。客廳樓底都算高，加上複式設計嘅加持，完全冇壓迫感啊！客廳闊度約4米，由大門到窗台嘅深度約8米，形成一個非常工整、開揚嘅長方形空間。擺一張 L 型大梳化都綽綽有餘，仲可以有好多走動嘅位置。我最鍾意嘅係個大落地玻璃，引入大量自然光，日頭完全唔需要開燈啊！望出去嘅景觀亦都好開揚，係內園泳池景觀。飯廳係直廳設計，空間一氣呵成。飯廳位置足夠放一張8人嘅長方形實木飯台，一家人圍埋食飯，或者招呼成班朋友上嚟打邊爐開 party， 都絕對唔會局促。廚房係緊廚設計，對於鍾意煮食嘅家庭嚟講係一大優點啊！空間相當實用 ，L 字形嘅廚櫃組合可以輕鬆做到洗、切、炒。而且設備齊全，雪櫃、洗衣機嘅位置收納空間亦非常充足。另外，呢度有2個儲物房，一個喺廚房裏邊，仲有一個喺飯廳隔離。呢個設計對於1000尺單位嚟講真係好貼心啊！無論係收納行李箱、季節性嘅衣物被鋪，定係小朋友嘅單車、玩具，都可以完美隱藏，令客廳時刻保持整潔美觀。介紹完下面位置，我哋沿樓梯上到2樓就係睡房區，一共3間房，將家庭成員嘅空間好好分隔。
主人套房，我一定要用巨無霸呢3個字嚟形容啊！尺寸真係好誇張，長約4.3米，闊約3.75米，計翻面積超過160平方尺啊！比起好多市區嘅開放式單位仲要大。最大優點係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呢種佈局通常只會喺豪宅先見到，活動空間超寬裕。更令人驚喜嘅係，門後面預留咗一個超長位置，完全可以訂做一個長達3米嘅到頂大衣櫃，堪比一個小型衣帽間，所有衣物、手袋都能井井有條。窗邊位置光線充足，可以放一張大梳妝台連收納櫃，女主人每日喺度裝扮，心情都會特別好啊！另外2間房中，呢間面積比較大，擺到標準雙人床、書台同衣櫃後，仍然有充足活動空間，作為小朋友房或者長輩房都非常理想。第3間睡房雖然細少少，但作為書房或者純粹嘅睡房都完全冇問題，靈活性十足。最後，上層亦設有配套完善嘅浴室同洗手間，方便家人使用。成個單位睇落，複式設計將棟、客飯廳、靜、睡房區域完美分區，1000尺空間每一寸都用到盡，而且充滿實用性同靈活性。對於追求生活品質嘅大家庭嚟講，吸引力真係好大啊！睇完罕見嘅複式單位，如果大家覺得仲未夠氣派，鍾意一層過嘅豪華感，唔緊要，我哋仲有壓軸呈現。帶大家睇啟德1號一個1544平方尺嘅王者級別單位。一出 lift 就我哋專屬嘅私人大堂啦。呢度可以話私隱度極高，如果有貴客到訪，呢種專屬感俾人高級氛圍。打開門，左邊係一個非常闊落嘅廚房，我哋轉頭再慢慢睇。正前方係一個設計分明嘅玄關位。空間足夠做一個入場式大鞋櫃連收納櫃，再整個鏡面，出門前整理儀容，收納雜物，可以為全屋保持企理。行過玄關，哇，絕對係今日嘅重點戲肉啊！一個真正稱得上王者氣派嘅廳大堂。呢個客飯廳長達7米，闊4.5米，一個非常工整嘅長方形，面積超過300平方尺。最大賣點係一整排嘅落地大玻璃窗，令充沛日光全部迎入屋內。無論你鍾意放一張 L 型大梳化、一張大餐台，甚至劃分出閱讀角、兒童遊戲區，空間都游刃有餘。想像一下假日喺度同家人朋友相聚，嗰種寬敞自在，絕對係頂級享受。從客廳可以直接行出去一個闊落露台，呢度係呼吸新鮮空氣，將生活空間進一步延伸至戶外。單位總共有4間房，設計好有心思，其中3間房集中喺廳嘅一邊，方便家人照應，而另一邊有一間套房。如果你係需要在家工作，追求絕對寧靜，或者想令到長輩有更獨立休息空間嘅家庭，呢間房就係絕佳選擇。套房設計自帶私隱，但係一打開門就可以連接客廳，真正做到靜中帶旺。豪華主人套房，從客廳行到最盡頭就係主角登場啦。如果話頭先龍譽主人房係巨無霸，咁呢間房就係冇得頂啊！佢嘅闊度達到驚人嘅5米，深度亦有4.3米，面積超過215平方尺。一入到去，你會第一時間留意到床側邊有一幅極之誇張嘅長牆。我哋度過呢個位長度唔知可以做到幾多個衣櫃，簡直可以打造成一個步入式衣帽間。所有衣物配色都能分門別類，奢華感十足。窗戶同樣寬闊，光線一流。主人浴室同樣豪華，
做到4件頭分隔，獨立浴缸令你浸浴放鬆，獨立淋浴間、坐廁同大洗手盆，名次設計令洗手間保持乾爽通風。另外2間睡房同樣採用一大一細嘅實用佈局，大嘅可以輕鬆放下雙人床、書枱同衣櫃，細嘅則靈活可用作書房同客房。最後，我哋返轉頭睇下個令人驚豔嘅廚房，採用巨型 U 字型設計，工作台面空間超多。備餐、烹調流程極之流暢，預留咗位置放雙門大雪櫃，儲存量驚人。我咁講，就算同時有2-3位廚神喺裏邊大展身手，都絕對唔會撞手撞腳。旁邊更連接獨立工人房連專用洗手間，工人姐姐有自己舒適嘅空間，主僕區域分明，體貼又實用。睇完2個唔同風格嘅單位，一個複式精緻，一個平層霸主，同樣係1000尺嘅大單位，唔知大家心水邊一個呢？如果鍾意我哋今次嘅睇樓分享，記得幫手俾個 like、share 出去，並且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支持下我哋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優質嘅空間。